好，请问拍乜嘅？我无头路咧，不过我有诚心忠爱证明，有乜嘅头路系我做会得嘅无？请问有带证明文件冇？有，都啲呀。建议参加诚信障碍者正入重建青年服务进行基本评估，各位媒合头路。哦，做得，咁我就参加呀嘅。请写一份申请表。写好咧。同定义好咧，呢個要媒合到適合人嘅條路，就會打電話本咯。按子說，好呢，情景劇也係安利先來認識一下佢嘅重要嘅詞彙，大家記得愛聽定音哦。有待，有待，有待，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的議呢，在客語呢會有個比較重的鼻音，議，建議。進入重建，進入重建，職業重建，在這裡也提醒大家一個字的發音，職業的業，客語呢不只要有鼻音，而且還要把嘴巴閉起來，入，入，進入重建。評估，評估，評估，媒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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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合也提醒大家要念一個很短促，而且把嘴巴閉起來的音哦。合，媒合，頭路，頭路，工作。接下來，就來學第一位接常用到嘅句型，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冇？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冇？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嗎？請問請問有帶有帶有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文件的件在這裡呢也提醒大家。華語說“雞”的發音，文件，但是呢，客語會說 “k” 的發音，文件，文件。某嗎？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冇？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冇？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嗎？建議你參加誠信障礙者正入重建青年服務，建議你參加誠信障礙者正入重建青年服務，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建議你，在這裡建議的議呢，客語是要說鼻音的聲母哦，你。建議你參加參加身心身心障礙者障礙者正入職業，在這裡也提醒大家，職業的業要一個鼻音的聲母，而且要把嘴巴閉起來。入，正入，重建，重建，青年服務，就業服務，